先来看2024选战，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今仔是去到云林造势，第3届拜访张荣美，总算才会见到面。今仔赖清德今仔共款伫咧云林参加女娃乡亲后援会活动，伊讲台湾受到维权主义的威胁，一定要坚守主权。另外，郭文德是去到台中参加青委会营队活动。互人问到伊拜六伫咧家己造势时常常停电，顶届阁会向港口说，即届是电倒无阁回应。来，市长欢迎，欢迎。前云林县长张荣美亲身迎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佮握手致意。侯友宜27第3届拜会张荣美，总算见到面。因为张荣美7月捌表明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侯友宜也是尽力争取支持。除了到云林造势，侯友宜嘛佮有更加艺术团体的关系，佮批评民进党的劣龄政策。说为什么老是要砸钱来补助台电？你的能源政策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错的嘛，所以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严重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出席云林外地乡亲后援会活动，提出和云林转型做农业、生物科技的大关，也表示台湾民主自由受到威权主义的威胁，叫乡亲着爱国守护台湾，坚守主权。现主持台湾的民主甲自由受到空前的威胁，我希望云林县的父老乡亲时代发挥过去的精神，同款阁站出来。赶快搁行头旗、正头阵，来守护台湾的主权。我们不分男女老少。现场受到热烈的欢迎，郭台铭到新竹造势有关声量，佮大声批评民进党政府确实真济。民进党政府贪污腐败，弊端丛生。民进党的立委除了担任表决部队以外，有没有提出任何的像样的、有内容的咨询跟政策？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到台中丰原参加青委会营队活动，对于日家己活动停电的议题，郭文铁无加回应，快速上车离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